我是大兄江佑全，我是二兄江君琪。伊是阮的弟弟江克鲁。欢迎啊！休息的时间。我是阿红，吞大餐土大汉的中华囡仔。我想台语甲农村生活做实的文化拢相连结，语言、生活、文化的水相伴景。阮想要找找生活伫台湾庄卡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对因做伙体验修行的迄一天。妈，你较大啦。这是台南白河，今仔日我要来拜访的是住伫东山的三个兄弟啊，这是因饲芳的所在。开定我要对因来想拍面，敢若会真刺激。行，对我来体验看卖。啊，物件感觉先看。好啊，物件先看，然后咱先看爸爸甲公因安怎用，然后就较知影，甲来买安怎用较顺。好啊，好。行。这要分呢，多少个头前分呢？哦。分两个就好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该有真好，就有真解，然后再来泡开，当真因兜会小。泡开，然后再分一个。咱唔袂使分伤济。分伤济安那？分伤济，伊会起歹。哦，伊会起歹。安尼搅一个，啊搅起来，不是莫互黏在顶头皮包。安尼毋拢爱一对手做伙做。嗯。哦，所以就安尼两片，啊，就八块就压了。再来就是这，压这青啊。把这安尼切起来，行安尼，然后清到头前。哦，这有一阵芳仔咧飞，还是？对，清到头壳。啊，甲清到头壳。啊，清醒的，然后有一个铁壳啊，放到顶头，啊，甲放在铁壳内底。然后放了，佮甲伊顶头一个粉红色的布盖。哦，伊就搁芳仔咱甲清掉，伊就搁走，所以布甲盖。对啊。哦，好，安尼看了。看了，咱就要来开始做啊。好。啊，我袂记，嘿，爱为。长爱拢伫你的口。我知啊，毋过我裤足厚的。啊，交袂叮当。不要紧啦，应该顶袂住啦。先压机。安尼用牙边啊，互一个吼，要先切，你到底切，安尼较，你安尼切会记着嘛哈？你就夹起来，换我夹，我伸手等换你。先切，你到底切安尼？你这用无？所以讲像我安尼压开，啊，你搁压一支，我是物条无？先切，啊切了你到底切？哦，啊，无会愈着芳仔呢，安尼较袂伤着，无芳仔较会歹。哦会歹。我放一猪来哦。哇，细粒会细粒。并来啊，迄旁拄会并来哦。哎呦，是旁啊死啊！是哦，愈着啊？毋是我闻到味啊。你闻会出来有芳仔死去？有迄种迄落花粉，迄个酸气的花粉的味。花粉酸气的味。你讲花粉？你讲啊，你也即个用着伊的，伊有一个气味了啦。哦。就一个芳仔味。所以你拢会知，闻着就知啊。芳仔味。我唔是爱芳。哦。好啊。等一下无？你放无好。我今我较倒。阿妈，迄个毛开一个，头壳迄个，扛起来。哦，你看这做挂顶。哇，这挂顶，这有这挂顶啊？嘿，你不要互伊做迄个。哦，所以才要顾迄个乌的网啊，甲
一斤1.9啊，好，请多少钞钱？好，反正1撮。就卖个清比因到伤远的所在。哦，安尼才会，啊伊敢会即度会走去别处？会啊，嘛是会。哦，走去就多遐尔。哦，就都还换所在大安尼。哦，这足重的，这做重就做这个米甜蜜啦。足济对，米济足重的，这是啥物？人讲的甜蜜的负荷，正港甜蜜的。来，咱即马足不路的这个咧堵车的是啥？我叫做江油团。加米油泉。你我今年过完生日就才过啊。哦，然后我今晚是4年啊。嘿。啊，我看你做这个工课拢做了足顺手的咧。因为爱的人性就做较好啊。安尼你讲3个囡仔内底上头做工课？对啊。哦，因为你是大的对无？大汉爱做较济。大汉做较快。啊，你这是心甘情愿做的，还是会怨叹？会怨叹啊，嘛是会啊，一点点啊。哇，安尼就有成就感的呢。阿婆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死啊，定落安尼。你用卡上，卡上你就顺出来。你摕这是啥？我保晓咯。高保晓。酸碱中和，这是酸碱中和。真的哦。我这配吼，现在这像这草啊安尼吼，放起来吼，啊手热热的。落，甲落有汁走出来。我汁啊，让我切切的肚子，安尼较袂精。哦，有影，好。啊，那什么拢无念地要安怎放油？哦，放着。好，琪琪，你来甲阮介绍一下你家己。我家己叫张娟琪，嗯。我的台语名叫做江坤琪，我最爱跑步。玉。你也头前，你安尼阮才看会到你，这是阮的玉玉。是我的玉玉，平常都爱生草啊和水。伊就爱生草啊，甲糖花。好。好啦，用下口一就好，夹夹就好啊。靠背。哎，小心小心。会不会太多？可以吗？食饭哦。姑婆知影我有枵呢，甲我缀出甜的。嘿，好好好。锅渣味。对，古早味的，阮阿嬷嘛拢做这。这配饭就会使配几人碗。来这边。我已经逐面咖啡拢像安尼遮大瓶，规家伙啊，啊，搁两个姑姑、姑婆也是会。阮是基本成员，嘿，本的人。基本的。我别两礼拜就爱来。恁两个有咧斗做？有吗？你做啥？你卖过来啊？我走了。你做啥？胖胖的就身材好吧？哦，安尼哦。啊，我个红粉鸡。呀。做安尼尔吗？啊，三一起你做啥？咱这个光明这个，还有长青糖啊，金房啊。还有糖啊。阿全，你拢讲啊做清楚，拢帮你做物件。我冇青糖啊。啊是你我有帮你要？破物件，我夹你。我冇帮。你即摆做腰，我看日食，叫咱无时间回答你个问题啊。你讲圣诞节，先互我食一。毛巾可以看。安尼哦。像安尼因三个啊，搁内底拢甲训练三个，拢会晓斗做是无？对啊，爱训练啊，啊无我就做嗨呢。会嘿有影有影，有囡仔通安尼斗骹手真好。因为你也拢存了，你也从阮车这样开，爱挂住看一什物件，啊毋知大家看爸爸妈妈等拢欠听，啊毋知爸爸怎会等伊袂去感受到是大人的辛苦。啊，所以因也做小时，今有去啊搬电动车，搁推做安尼。搬电动车，
换电动车塞的迄个塞啊。电动车，伊想讲是规个牙开半。安尼，我才讲会，但是伊当中做人过伊去感受讲咩啊，把这物件用好，啊伊去动手的话，伊会当去做做这工课，啊咩啊，我当时袂甲讲爱安怎做，就讲家先弄看卖啊。啊，有可以家己拄着问题，无咱大家时代咱教好好的，伊完全袂去输课。所以当时我叫伊去做遐，但是我讲去做。啊，讲啊那你家己想看卖，要讲较好，窟势较好做安尼。安尼伊家己去体验。对啊，你爸爸你对教因嘛真有想法。我来教半退啦。对，教半退，互伊家己去发展去想，安尼囡仔就家己会晓做。对对，啊因大家。这是我的妈妈做头毛，伊拢记无啊，你家己。这是我的老婆，耶，啊姑婆嘛拢会来照的。这是我的小姑婆，阿妈用起来。伊嘛咧做工。阿妈用起来，咱会使看到阿妈。这是我的阿妈，这是你的哥哥。啊。哎，安尼手较袂打，嘿。哦，有遮有看过。对，有看起来。安尼是有看过。盖子看起来。好，安尼就要搞好用全。我挂挂得好你去。嘿，好。啊，这边挂完之后，啊，好，我看了咯。阿红，对。可以开咧。哎，这只刚刚要吹个芳啊呢。帮我摕。看我来，也头在这边。头伫这边。哇！我要转我哦。惊，好，好，再加落。哎，足芳的呢。嘿啊，拢是零零的芳。好。哇！这袂输咱洗衫的芳，讲意思。离心力啦。对，嘿，啊伊抽出来是米。足芳的。啊，搁摕看。好，我要吃。好啊，你食好看。啊，来，啥物滋味？啊，你拢好。啊。哦，咁大块。哦，做这个。哦，糖啊。哦，好袂使食了。这没来啦，口香糖。就是红米口香糖。哎呦，阿妈，迄只好芳吼。我是讲这只最大只的乌芳，乌芳的交配完就翘伊啊。我其实拢是爸爸的食。唔是两趟甜甜哦。无，你看用口就知。用口就知。哦。大概这个。所以咱今仔日是你讲百偌箱，130度拢收甲你啊。啊，毋过咱安尼一度爱掠8支出来称加8支，所以安尼嘛有8支啊130度，咱安尼动作做就是掠千几支呢。哦，安尼虽然今仔日听爸爸讲开做开就是迄产量破破啊，也毋过阮也是辛苦有着，嗯。你讲咱要去倒位？饲鸡啊，饲鸡啊，遐。有做在狗狗鸡的所在。哦。我是先带你去看猫咪。伫倒位？哦，这就是这，呀。哦，伊要走去啊！哇，这只。迄是只，较是只，然后迄边是只白色胆小的，迄个是。啊，你还知？这较早做一只。内底啊。哦，我看到。好，啊，咱继续。咱搁行。你要去庙的啊？无猫咪。无猫咪。
并嘛做谁猫咱到底是狗狗鸡之旅还是猫咪之旅？动物。动物哦，好。顶头遐嘛做谁猫咪，顶头佫是另外一个所在，还有一个族群，啊，迄边嘛一个，这嘛使拜拜，这是拜拜。弟弟拢遮虔诚，拢跪咧拜。我就会徛到台车过的时阵，有一个猫咪对一边头菜鸟要绕落去搞啊。真的，反正会晓受水啊。这个做者鱼仔呢？做回家。哦，对啊，规定的鱼仔。规定的，佫有一粒卡球，还有一个鱼仔，鱼仔拢对只拢对顶头流落来。哦，对顶头流。而且这个鱼仔永远拢夹喺伫遮，因为遐有一个迄个，伊个花过袂过啊，所以永远夹在伫遮。遐只蛇呢？蛇！对。遐一只蛇。哎，真的嘞！见啊，你袂看，你袂付啊？迄对啊。嘿，选去啊！袂金的来啊！袂金的。袂金的袂。啊，你袂金的拢是安尼开车载来卖哦？毋是，袂有诶。啊是咧送货。伊要，嘿，伊要过，咱借伊过。所以这是人工厂载过来。嘿，迄定的，啊，这些好啊，地军工要生日啦，对啊。啥？地军工。地军工要生日。然后就载一串车，然后就来等伊。啊，保你好。你好，你创啥会呢？无，伊带阮来踅踅。哦，安尼哩。你有熟悉无？无。无，但是你看到人拢会安尼，嗯。好喙共叫。嘿啊，真乖吼。真乖就对。对啊。我听到咕咕鸡的声。啊，伫遮。人是开箱，咱是开人。你别倒遐移动，要冲出去遐。啊，安尼我即摆要徛着。你要徛较我悬。徛较体，好。啊，你遐嘛用着，来哦。好，来哦，放鸡咯。来哦，拜拜。我拢毋捌捡安尼，你捌鸡条捡两过。等下，歹势。耶，才有2粒。噔噔。哎，我真正头一摆捡鸡卵呢。噔噔。耶。好。所以这鸡卵拢是恁摕转家食。要做蛋糕。哦，做蛋糕。哦，恁会足高级的呢。恁的迄鸡卵糕是家己的鸡卵呢？对啊。啊，你寒安尼啥啊？饲料。所以寒因得我来。哦。我袂晓。安尼要倒偌济了？全部倒倒的啊。哦，全部拢规桶好了。嗯。我。是毋是拢转来啊？有无？他来着。敢若阁有？伊都要赶，就互伊赶啊，互囡仔较侪机会。哥，你莫甲惊死！对，你爱互伊转去。哥，互伊要转起来，你袂使甲伊。对啊，你爱互伊过啦。你爱为后壁较惊啦。咱安尼袂输要甲包开。哦，有啊，等起啊。安尼是毋是拢够啊？加加啊个做。记糖，无加加喷糖。哦，啊喷。这我不晓啦。我叫这我不晓。你拢叫伊舅糖。舅糖。伊名本来就叫糖。啊，你敢会知伊大汉变啥？伊大汉袂变啥个。伊永远一世人拢生安尼。对啊。伊袂变蝴蝶啊？是？袂。袂哦。你讲变蝴蝶迄种是较粗迄种的。哦。这种你看伊行落去拢安看，他把身体举起来。互你叫舅糖，伊变甲足高水的呢。你看。哇！啊，你即摆带我来好不？要来拍武术。拍武术？呼哈嘿，迄种的。哦，go！你是讲的第一口。
第一天的台语课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的是身体部位。这个所在是贵人康，搁一届贵人骹。这个部位是卡卡搁一摆骹头夫。这个部位是骹脚拼，搁一摆骹脚拼。这个部位是卡城道，搁一摆尻川道。我来听一百好，有哦有哦，开始落了啊。好，哥哥扑落去再来啊，来啊，但是莫用，刚刚哥哥是拿米粉搅。伊先搅哦，迄一开始较歹搅，你先互伊搅，啊开定才换你。伊偷家己伫讲，伊若配合伊，就要互伊出奇蛋，然后伊无爱，因为哥哥拢内边拢讲白菜。咱下糖粉哦，而且这是咱家己教的味对无？恁家己的，这两是咱捡的虾嘛？咱家己饲的，所以咱的虾汤味跟卵拢是家己的。爸爸，你当初哪会想讲要教因做这边那个？我因为放假就是爱无聊伫厝，想看想饭做歌，伊较爱食无，伊拢转去外口买蛋糕啊，拢也无干咧。哦，因本食就爱食蛋糕啊，你想讲规气家己做，开伫家己有卵有米安尼。系啊，算讲安尼有互伊当啊。嘿，伊啥物拢敢食？哦，是伊啥？对，因为我头才看伊拢做够解说，伊拢会知影啥物爱注意啥。啊，这嘛是啥？啊，那你摕两粒，这个你摕两粒，啊。哦，阿祖佚头教恁算即摆换恁教阿祖算。做你嘛。我咧目镜起来无看门啊。阿走一队。无一队就我凊彩。啊，我有敢爱出错。你来看我爱出啦。好，我嘛一队。看上上大的手艺啊，我吧。哦，是安尼。我也袂啦，我。阮死的啦！你看你来阮死的，你毋是你家己试看嘛？好，安尼哦。袂使，买就袂使啊。袂使讲话啦。来嘿。哦。飞鸟吃吃完美，好，我出在11。袂使。啊，毋是安尼哦。出在8啦，拜托赶快的颜色。港式，啊，无就还是赶快号嘛。港数哩哦，算较袂记好。对对啊。我阿妈来甲阮试食者。阿公感觉？有香。油泉啊，军旗佮有玉玉。啊，洪哥哥想要甲恁讲，恁即马生活会当甲厝内人做伙做遮个工课，啊，佮有恁经历遮个一切，是足珍贵、足宝贵的。对我来讲，啊，我希望对恁来讲，有一天恁倒来回想这段经历的时阵，恁嘛会感觉足少年的。啊，这就是恁真正恁上赞、恁上好的宝，啊，好好啊，甲伊留伫个身躯边。我甲你安怎甲糖啊摕出来？我是要讲你的感想啊。我会使讲我的感想。哇，你有咧帮我算，你会使问我问题，咱来快问快答。阮爸爸拢甲荔枝春香，然后摕来浸饭。伊即摆就摕鸡两个，然后伊拢较爱食。这蚱蜢草莓，伊也开一直开一直甜。我一直叫是伫水底伫遮啦，伊叫我。高啦，伊足高水的呢。哦，这要登去啊？毋是啦，狗血啊！啊！哇，这是上来我的，对不？拜拜，再见，下次再来玩，拜拜。